乳白色亞克力板它使光線經過透射與反射變得更均匀柔和。但王东宁覺得它看上去有點悶。為了破解這種悶，他們又選用了表面有很多小顆粒的晶格板。這些顆粒將光線重新進行折射分配。無論從什麼角度看向燈，我們的眼睛都只接收了整體亮度的一小部分，因此不會感到刺眼，同時又讓燈光呈現出晶瑩的透感。嘉兴火車站的候車廳擁有充沛的光線，在晴朗的天氣，高大的天窗將為人們提供明媚的自然光；而在陰天，隱藏起來的人工光會悄悄地作為天光的補充，保持空間如晴天般的積極氛圍。到了夜晚，光線從四周散射而來，柔和明亮，給人帶來安全感。公共空间的照明設計需要將各個時間段的情況都考慮在內，用更少的方式來做設計，要盡量讓它能感受到更多的空间的氛圍和气息，这就叫 less is more。